后来煞来看这个郭台铭，昨深夜伫个面册来发文章，大大批评着政府，讲国家的财政面临着困境，政府是安怎处理的？政府是摇着公益的旗啊，大刀来扑公务员甲军人的退休金，对公务人员痛下动手。早起，郭台铭带着太太到南投德山的指南宫参拜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带太太詹欣欣到南投逛街，下早就来到德山指南宫拜拜。为了咱台湾的将来，为了经济的发展，来指南宫来参拜。郭台铭来到指南宫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现场真侪支持者想要甲伊握手翕相，来甲伊斗加油。不过，访问到最近拢行深南的路线，讲是要甲好友旗分个真清。伊安尼讲，我认为现在呢，全台湾2300万的老百姓最关心的议题是经济民生的议题，最关心的议题是和平的议题。我觉得，在这个议题面前，不分蓝。郭台铭无正面回应，敢若讲关心经济议题，无分哪绿。昨半暝啊，郭台铭则伫咧面册破文，骂民进党写7年前民进党摇社会公益旗啊，大刀扑公务员、军人的退休金。就算当时大家拢真气，搁上街路抗议，不过民进党当时煞甲用铁线做篱笆讲出来，骂民进党对公务员下动手。郭台铭决定要参选2024的总统大选，伫咧党内初选前全台湾惊透透变人气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